礼拜台风真得严强，眼眼目下规片天气拢得咯。嘿啊，人讲青叶老母有气风，10界减免9界困。听起来顺势真歹，俺也无用米去试创么？无法度，上细粒，米上无好。阿婆，迄就申请灾害补助么？系啊，我建议讨来骗天之天本。好，请问登记名义人系要啥？地址好么？即系状困往入笔。但入笔7号啊，系咪？系啊。请问有宽窗么？假使有宽窗，无用直接让人。真歹势，因为头下急脱出门，无签着权冲。无要紧，礼拜去先申请天本，强显摕身份证含认住。好，也是我的证件，我头申请你改提好。阿婆，后摆假使就头申请补助，用宽窗的样本是无用骗啊，天本就压时间。强期限过去，现后摆也爱搁加走日令，掠去现的身份证含认住，先慢现。好，俺感觉对巴上真利骗。落力，现无期限，掠去现申请的提职天本，一份天本现20块，甲现空底立界台内底。落力现。阿婆，俺弄片好啊！得现一做爱人的名片，面上就爱人的天花，就高考的分记，那就要改问题弄反映打天花了门。请问也就要改爱调上空的么？落力现，唔是啊？落力抢款行，路上生意哦。